行政院通过115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，并无提出军人待遇的调整，佮有警消退休条例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表示谴责，嘛呼吁讲要爱尊重民意，上立法院进前爱个调整。民进党团是强调讲，在野党提悬预算，帮部分的公务人员加薪有危险的疑虑，嘛强调讲，民进党执政国军已经有加薪6届了。行政院已经确定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。不过，关系立法院若要联手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、警消退休条例、增加退休所得替代率，这两项当作是争议预算。行政院倒用台讲，爱等无危险再发放，引起关心。军人还是没有加薪啦，想问一下有什么回应？国民党团表示强烈的谴责，批评行政院无对军人待遇条例提出复议。赖总统嘛已经公告，即马甲总统令当作废纸，呼吁中央爱三思。哪位嘛呛声讲，政府若无编预算，无排除是新会期的退回总预算案。国会已经通过的相关的法案，一个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而且这是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，并且深获回响。我们希望卓荣泰院长能够试着尊重全国的民意。如果国民党的委员他们坚持没有违宪，那么何不赶快让大法官能够顺利的组成新的宪法法庭，不要再延宕反对大法官的提名了。针对警消退休条例增加退休所得替代率，同款无放入预算，民进党团表示讲支持行政院提出释宪。目前政府以维持现有公告人员、现职人员的待遇做重点，不过经权会无接受。变成公务人员不信任的这样的态度下，难道大法官真的会认为这个是违宪的吗？我觉得院长本身也太过自信了，预算还是一样编列下去。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伊嘛伫面册批评，呼吁政府要停止对杀退休的老人，希望9月立法院开议，会当通过停止当年递减退休所得的法案。另外，哪位徐卡新强调讲，新会期会阁讨论来照顾军公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